来消息来看，刑事局的中部打击犯罪中心接到检举，讲南部有民众的修理车打中部打击中心的大纸。警方伫屏东掠到一台车，这驾驶是解释讲，伊只是好耍尔尔，也毋过是互警方以刑法假做公务员行使职权罪嫌，移送地检署侦办。警报器一直弹，车顶有警示灯咧示，边仔有搭中部打击中心的字样。警方接到通报，讲这台进口车常常伫南部地区出现，袂少民众拢掠准是警察的专用车，实际上只是仿的。也若警方也顺线到屏东掠到这个41岁姓涂的查甫人，极易让一般民众误认为是刑事警察局中部打击犯罪中心侦防车，且凸显一层于市区道路悬挂警示灯行驶，致一般民众误以为该车辆系执行公务之侦防车。而礼让优先行驶。警方搁伫查甫人的车顶找到警报器甲闪灯等设施。警方表示，姓涂的查甫人是咧做汽车买卖，毋过为去年12月开始，就伫家己车的车身搭中部打击中心等字样，互民众叫是警方咧办案，任意行驶。警方表示，正港的真风车车身袂搭字样，警示灯嘛会伫有需要的时阵才会弹。我们的侦防车是不会张贴任何字样。除非执行公务的时候会悬挂警示灯。查甫人讲是因为好耍才会安尼做。警方信后依照刑法冒充公务员行使其职权罪嫌，移送地检署侦办。记者台中报道。